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清水灣啦，地下單位700尺兩房設計啦，光纖已經到咗噶啦，租金18000，18000。寵物就唔得啦，所以貓狗免問。開放式廚房啦，用咗無火煮食。700尺兩房，租金18000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